前世，什么前世？前世就是在你还未做人以前，你是咧做啥物？这你敢知影？你的前世就是天庭太上老君的门下东华书记。天庭太上老君，东华书记。你这位王兄，就是天庭姚地宫王母娘娘的门下牡丹姑娘。姚地宫王母娘娘，牡丹姑娘。李公主，你本来是天庭的东华书记，就是为了牡丹动了凡心，才拍入凡间。假使你若唔相信，你应该问牡丹。是啦，李公主，你确实是为着我，才互拍落来凡间的。李公主，你既然知影你的前世因果，你敢要还阁假传牡丹返去厝？这是违反天规哦。牡丹，亲姐姐，我问你，你是要直接甲伊斗阵，还是缀我行？人就要惜本分，我看你还是缀我行。是。天庭前世。这个来宾先，来宾先。哎，小李啊，恁内面上好的酒菜给我搬。好，是啊，是啊。烧酒先来。好。哎，高娘，来，我敬。道长，你有啥物指教是？恁都是清风道长，清清如水，来去如风。姑娘，你哪会知影讲贫道是要指教你？道长，阮公主是要上京去赴考，毋是出门在报喜，请道长接巴肚。哦，公主啊，哇，你这小娘子口才真厉害哦，道长，阮毋是。啊，唔是就是啦，我知。哎，公主对无？这位道长，你误会啊！这位姑娘是是就是是啦，啊，要有啥物唔是啊？来，公主啊，当你遐尼啊济小娘子哦，安尼嘛是艰苦啦，哦，贫道以仁义为怀，安尼啊，摕去斗享受一下啊，道长，享会啦，小娘子，贫道是封我一人，无着啥物男女授受不亲，这款观念，来，道长，道长，道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贫道什么意思？相信你心内有数。
老丁，哎，杨贵的。哎呀，免对啊，多谢道长救命之恩。免客气，多谢两位相助。小小的代志安尼。你免遐搞咧说啦，阮三个人剩下爱代志啊。对对对，我想嘛是。多谢剑兄、好兄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免客气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时间无早，咱赶紧来去。是。水啊啊！唔是，卢公主，你得保重吼。李公主，你有要紧无？我袂要紧，无代，你有惊着无？不要紧啊。你家紧好无？哎呀！小姐，你有感觉无？啊，敢若足阴的呢。无当，你搁真搞。李公主才拍卡戏，你著时间无？姑娘，唔免吃醋。你若感觉孤单，冰岛也对我无伴，来，互冰岛来陪你一下哈。哎，道长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竟然调戏良家妇女，敢讲你唔惊王法心？往返。公主，天地分阴阳，孤阴不生，孤阳就不掉。咱大家小可调配的，怎样？这个妖道的法力真高强，叫我来应，你紧走。各有各法，我都唔相信伊甲对咱安怎。甲这人无啥物道理通我讲，你紧走。小娘子，你讲的真对。公主，你唔免惊，面都对你无用处，你做去走。我只干那爱这两个小娘子尔。人间情梦，清风吹过腰。道长直在遐，劳你专心上。
无得，无得！无得，无得，无得！二公主，你莫对啊啦，伊对伊嘛是无效，这要安怎？这要安怎？伊都已经去人抓去啊，我老先讲，无等一声哦，一定会真危险的。真危险。啊，无你讲，伊会去互咱安怎？伊个，为你也真清惨啊！这样子。是仙姐，你做一个好心，紧想办法救苏宝丹，我会感激你一世人。想着爱你感激，搁再讲，伊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，仙姐，都算你甲我斗相共好。你想我什么啦？我哪会甲你斗相共？仙姐，我求你。求我？我看你也是去求太上老君，看伊是不是甲你斗相共？太上老君，啊，太上老君伫倒位？在倒立宫啊。倒立宫是伫倒位？咱天顶啊。天顶我是要安怎去？用飞啊。这。太上老君，白日李洞宾求你老大人帮助我，解救牡丹姑娘。太上老君，太上老君，太上老君，白日求你老大人帮助我，解救牡丹姑娘。太上老君，太上老君。来，水姑娘啊，你一杯茶来，来，啉嘛，哎呦，两位道长，安怎？我是王母娘娘，身躯边的宫女，请你念在万法当愿，仙女一家的份上，你给我放开好无？哦，万法当愿，幸福一家。嗯，讲的真有道理，讲的真有道理。哎，咱本来就是一家人嘛，嗯。道长，你若知影就好啊。嗯，是不是一家人？这点咱大家拢明白啦，啊？我袂请教两位是甚物法号，请你甲我讲，我若是倒转来，一定会变娘娘，娘娘一定会欢喜。应该，应该。对。丈母来看囝婿，这是当然的代志嘛。愈看愈介意啊！哎，什么咧道长啦？讲甲安尼伤过无亲啦。都是安尼咩我？爱讲，咱连面就变一家人啦。我叫做清风道长，你怎么来叫我清大哥就好？啊？对，我叫高精道长，你就叫我高大哥就好啊。高大哥、亲大哥，等以后对兄妹相亲，以兄妹之类相待。姑娘啊，到这个时阵，你也是要讲大道理哦，太天真了。不过你唔免惊啊，我知影你心肝内唔情愿，啊，不过这款啉一下就过去啊嘛。娘娘，你来救我！唔免叫。哎，高精啊，啊，总讲王母娘娘若来吼，哎嘛无一定看咱两个有介意哦。无是安尼嘛。王母娘娘是不是会介意你？这我唔知影。也毋过我有看到恁两个真可爱，我真介意。蒋爷，什么人介意？最近老伫咧炼丹炉，无啥外稳重，想要捡两块砖仔卡来贴贴的，嘛袂歹。啊，好，你这老狗啊，好，恁别惊，你要你知影讲，阮两个兄弟也厉害。你笑了，你看阮兄弟的好事，你该死！你退，嘿，喂。这两块砖仔较袂歹，
我想讲哦，摕到丹龙哦做纪念。对，我想也是。哈哈哈！你想安怎就安怎。多谢太上老君救命。无但请去。咁喏，咱两个伫外口哦，无闲几步啦，也无人同咱细声。对啊，我想也是。多谢剑兄好兄解救，保单永远难忘，一生感激。好酒沉瓮底啦，好听话哦，如讲到尾啊是如好听啦。对啊，我想也是。剑同河同，小小的功劳也敢放肆。无但，你过来。是。五道东华是为着你才返出南天门，拍入凡间。这是伊命该如此，这也免怪你。也毋过，伊在凡间若无虔心的修道，度化众生，假使伊若心无光明，伊要倒转去天庭就困难。所以，无但你一定要想办法甲伊点化。保单尽力。不当姑娘啊，你还纪念参观来呢？阮孙仔哦，都拢看你啊呢。对，我是嘛是。好啊。无但，当兵已经等你真久，你紧去。是。太上老君，弟子李洞宾求你想办法救出牡丹姑娘。假使你若救出牡丹姑娘，好啊，你莫要讲啊，太上老君已经知影。真实的，我要哪会骗你咧？你真是无骗我。我甲无丹同款是姚地强的人，万一若出啥物代志，跟我嘛是有关系。你就是讲我袂着急啊？那安尼我就放心啦。青天仙姐，唔知太上老君有法度通好救出牡丹姑娘无？太上老君的法力高强，当然会当救出无丹。只是迄两个妖道即摆伫咧啥物所在，老君你并唔知影。等到伊找着，无的确牡丹已经无法度保持伊的清白。这安怎是好咧？你也袂去带伊为妻，你是咧紧张啥？不管安怎讲，我甲牡丹姑娘总是好朋友啊。顶两届我甲妖道代志，差一点啊都无性命，感觉你都袂着急。青天仙姐，你的法力高强，无需要我替你担心。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万一我若拄到更较高强的人，我是要安怎？那真是安尼，我嘛会替你担心。真是嘞。当然是真实的。你对我好，我当然知影。假使你若拄到比你搁较高强的高手，我一定会替你担心。好啊，你莫搁讲，有人来啊？什么人？你心爱的人。牡丹，你转来啊！承蒙太上老君召见，多谢公主关心。你无需要甲我说多谢，你应该多谢青青仙姐，是伊甲我指点，救太上老君解救你的。多谢亲姐姐。好啊，咱即马先赶落海要紧哈。公主，咱一日的中间经过2摆劫数，对生死这2字，你敢还阁看袂开？牡丹，我袂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。人生在世，所求的是啥物？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以己成名天下知啊！公主，你若有这种想法，就唔对啊。假使你若是在朝为官，
只是会当为百姓谋福利利益。世间纷乱，生灵涂炭，社魔到处违反。一国的君臣，敢有法度通好解决这个代志？你莫听伊咧后白讲，世间的混乱，这乃是天意；百姓的受艰苦，这嘛是天经地义啊。人间劫数，自有生命败解。凡夫俗子怎可为之？等于生命转世，哪用咧忘却本分，放遐百姓遭受灾劫？心灵之言是爱顺其自然，非一朝一夕所会当得得到。李公主，你即摆上爱重要任务是要求取功名、光宗耀祖，毋才会当造福百姓。亲家，无代，清清仙家讲了对，咱即摆也是升官咯，吼。要不恁先去，我踮遮想一寡代志。无代。好啊，咱考试的日子嘛伫要到，时间剩无偌济，咱还是较紧赶路。毋过无代。行啊。娘娘，无单伫人间受苦，家在是太上老君解救。老君命我都爱点化李洞宾。无论这段时间我会拄到什么阻碍，我也一定要完成老君的指示。等李洞宾回心受道了后，我会返去娘娘的身躯边侍候你。希望娘娘你着庇佑牡丹平安顺利，早日完成任务。牡丹姑娘，才困无快哈？叶公主、何太子，你哪会返去天庭哦？牡丹姑娘，你嘛赶快还袂返去天庭啊？我任务都还未完成，你哪会用咧返去天庭？李洞宾伊人呢？伊着甲亲姐姐斗阵上京去赴苦啊。牡丹姑娘啊，那安尼你也袂甲李洞宾斗阵，找机会甲伊点化咧。我有劝伊爱放弃功名，专心修道度人。啊，不过伊也无爱听我的话，就甲亲姐姐斗下去啊。那安尼讲起来，李洞宾是不爱管你咯？毋是啦，是我家己对无对的。哼，这个查甫人吼，拢是这尔啊无良心。牡丹姑娘，别紧，我替你做主，行咱来去。无咯，叶公主、何太子，你唔通去啊！亲像你这款满满。